讲到风台未前来，抑过中部地区的农作物已经因为修炼下落几啊天的大雨，造成未少的损失。你看，较无一个月，中秋就到啊！这个森林倒落的文旦呢，伊甜度有受到影响，加上风台要过来，要安怎？高农只好找一个骹手，赶紧抢收。另外，这个应菜啦、青葱啊，若拢受到这个雨的影响，损失差不多有一半。这个中华的花菜甲稻啊，则因为进前淹水，损失惨重尔。即马风台又搁要来，这个消息互因真无奈。农民爬起树仔顶，将一粒一粒的文旦挽落来，连续落雨已经影响到分入文旦的甜度。即马搁有风台要来，赶紧抢收。多大概6、7个，6到8个，比起往年请的人都还要多。赶紧采收的也搁有应菜，农民讲这2天拢会请临时工来帮忙。另外葱啊，进前互大雨浸甲烂去，担心损失扩大，嘛加快动作。烂的程度是在5成左右，而有的整个也都烂掉，都没有用了。中华这片水稻啊，之前受到大雨影响，拢淹死啊，这大定静又搁拄到风台来，真无奈。也过雨，也过风台无？这咱大家未知数，大家拢无了解。所以嘛是爱改变的对啊。博看卖。农民拢同款，拢是看天食饭的。这中华的花菜因为淹水，损失10几万，担心灾情的持续，暂时袂搁再种，爱等甲风台过去，才会重新耕作。